应该跑。明天就结婚了。你救了别人，你很伟大。我想结婚。你说你明天要结婚，那新娘呢？她在哪儿？我们帮你去找她。在车站。哪个车站啊？我应该去接她的。哪个车站？我们派人替你去接。别激动。他在徐志摩汽车站。太吓人了！快派人去找。行。打上车了吧？走到哪儿了？是，我已经在 cab 上了。对了，你有他电话吗？电话不知道，但是我有照片，一会儿给你发回去。好，就这样。OK, fine。师傅，哪条路比较快呀？这个点儿，哪条道都这样。师傅，人命关天的事情，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好吧，我尽力。我也是为了去帮一个救人英雄完成他最后的愿望。英雄？什么英雄？怎么回事？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那您在这等我，谢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别啰嗦了啊！你赶紧回来，咱就走啊！谢谢。快着点啊！哥们儿，啊，看见吗？胆子够大的吗？你说这个啊？嘿，豁出去了。你牛。我得回去看我那个病人，他快不行了，娘子都在路上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血压维持不住，血氧一直往下掉。坚强点，别胡思乱想啊！求求你，求求我不想死，我明天要结婚。吗啡一支，皮下注射。好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哥有钱，他是开火锅店的。火锅店可能都没了。你现在要少说话，要节省力气，知道吗？我后悔了。我为什么要管别人？我自己都管不过。我真傻。那个小女孩，她一定会一辈子都感谢你的。那有什么用？我就快要死了。用了这个药，你会舒服一些，坚持一下。你未婚妻她已经在路上了，啊。叔叔。哎，小朋友。叔叔受伤了，他需要休息。谁呀？是你救的那个小女孩。叔叔，别哭。叔叔没哭。不过妈妈说肯定稍微可以哭一会儿。叔叔这会儿不疼了。我想看看叔叔。你别过来，叔叔的样子会吓到你的。哎，叔叔，他怕他吓到你。别
别过来！不要，我要过去，我不害怕。啊！让我过去。叔叔，看不见你脸。看不见了，叔叔怕吓着你。你想不想看看我？我看过你，在火锅店，你望着我笑，我还抱过你。小朋友，来，叔叔给你照张相。笑，笑一个。你看看他，多可爱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珊珊。珊珊，该说什么呀？谢谢叔叔。可能是珊珊，要好好活下去，好好的长大。行了，珊珊，咱们该回去了，让叔叔好好休息，给叔叔再见。给叔叔再见。让叔叔休息吧。走吧，回去了。叔叔再见。让叔叔休息。慢点儿。吗啡起作用了，你就不会这么疼了。医生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什么秘密？我就是不救他，我也跑不了。坚持一下。喂，珍妮，你们到哪儿了？我们在路上了，人我已经接到了，他怎么样了？恐怕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你把电话给他。好，电话给他。我这就给他。你接电话。你媳妇儿电话。喂。你等着我啊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来了。对不起，我要你等我。我等你。师傅，你能不能快点啊？哎，好了。我求求你了，别死！我马上就来了，我马上就来了。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啊！您好，处理一下您的驾驶证，闯红灯了。检察同志，我跟您说啊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我拉的是一个英雄的家属，英雄快不行了，赶着见新娘子最后一面。去哪儿啊？燕京医院。走，跟我走，我带着你们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